为什么身处大山里的农民会弹钢琴，并能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和美声与明星周深合唱出天籁之音，被誉为遗落在中国的西方古典宗教音乐活化石？为什么那片曾经被称为文化荒漠的土地，能不断走出一个个博士、研究生、医学生？而这一切不得不提100年前一位狂热追梦的少年，一个用生命爱中国的人。他用一生缔造了石门坎奇迹，也让中国人研究了近1个世纪。今年春晚的只此青绿，让我们再一次爱上了王希孟的少年气。而读完伯格里的故事，我发现，直到长眠在中国的那一天，他仍保留着那一份可贵的少年气，一如23岁时第一次踏上中国时最初的模样。时间回到1864年，伯格里出生于英国的康沃尔郡。他从小天资聪颖，初中的数学才华就备受校长喜欢。毕业后，伯格里参加了英国的公务员考试，名列全英第7名，在伦敦的一个机关单位担任会计。但他并不安于这个职业，闷热的办公室死笔在他眼里活似聋子。1887年，伯格里23岁的时候，他受感于李文斯顿在非洲的事迹，决心和他成为一样的人，怀揣着一腔热血和信仰，第一次来到了中国。他以儒家格物致知之意给自己取名伯格里，字明心，想着大展宏图。然而100年前的中国何其混乱，他在云南昆明、昭通等地辗转多年，历经了各种艰辛挫折，收效甚微。一同而来的好友台木莲还因感染天花去世，给了他巨大的打击。加上孩子的出生，饱受战乱之苦的妻子艾玛几度劝他回国。1904年7月12日，4位苗族人敲开了伯格里家的大门。他们从远在贵州的石门坎步行了几天几夜，来到昭通，说出的第一句话竟然是：“你能不能教我们读书？”伯格里被他们这种求学精神深深感动，但碍于官府和土司几次阻挠的惨痛经历，教学未能正常举行。直到有一次，土司和官府产生纠纷，被抓入狱，事情才迎来了转机。土司告诉伯格里，只要他能救出自己，就同意他教书。最终，伯格里在苗族人种除麝香的帮助下，救出了一直盘剥他们的土司，并赢得了学习机会。这种求学精神也感动了妻子艾玛，并同意和伯格里一起挺进了乌蒙深山，住苗家，穿苗装，说苗语。伯格里向土司要了一块牛皮大的地，本想讹一笔的土司想也没想，欣然送给了他。没想到他竟然把牛皮剪成了丝，用牛毛相连，牵出了一大片地。他们在这片土地上逐渐建立了贵州的第一所双语学校、教堂、医院。在教学上，他尝试过汉语、英语结合，但都收效甚微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参加大花苗古老的祭祀仪式，备受启发。看过之前九妹讲解阿某苗族的老朋友都知道，这支苗族的祖先曾经是蚩尤禁卫军的后裔。作为精锐部队，在战败后遭到了报复性的反攻，被迫离开故土，开启了长达5000年的漫长迁徙，并在迁徙的过程中背书渡河，书籍淹没，加上战争清洗，不幸丢掉了古苗文。几千年来对文字的渴求深深扎根在苗族的血脉中，这让伯格里不禁想到了自己的民族。100年前，最后一位会讲康沃尔语的老人去世，从此古老的康沃尔族语言彻底消亡。一种熟悉的锥心之痛让他决心从苗族服饰史书上提取刺绣元素图案，创制了一套新苗文。这套文字就是一直沿用至今的5大苗文之一滇东北老苗文。在石门坎11年期间，他前后新建了200所学校，使得贵州石门坎在海外一度被称为文化圣地、海外天国，云的那一边。即使中间一度因为被打左飞刺穿回国休养了2年，但他仍旧回到了那片热爱的土地。1915年秋，他积劳成疾，加上把仅有的药用在了其他病人身上，不幸感染了伤寒病毒，51岁便离开了人世。伯格里生前多次向人表示，他来中国的目的就是要获得一个民族的归信。虽然后来人们会以宗教、会以家国立场批判过他，但爱不分国籍、不分信仰、不分丑恶，而他仍旧是那个少年。他那份无私的大爱，永无止境地延续在了中国。